嗰道艺术品贵神神咩，唔係啥啥人都有才挑買。嗰種藝術品為本人看到嘅機會唔係按多哦。加拿大1972年發起嘅藝術銀行，用合理嘅價值同藝術品資本有需要嘅機關同單位，來做嘅人也唔是使太錢去買藝術品。裡面澳洲、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一啲國家也連連沙沙成立嘅。為數到同國內後生藝術創作者來聽書，增加藝術品流通嘅機會。文化部去年也開始推動藝術銀行，賣藝術品也個國家呢各體能做，睇各體來展出，使得做3年到1年。對於去年的3年的氣勢來增看，今年7月的睇台中市營運，到11月的呢已經賣嘢933件呢。也雖然喜好，唔過執行下來，業界還係有待嘅爭議，向下來了解。用態度山的風泥染顏料，透紙紅畫圖，專職藝術家彭顯祥用泥做材料，講出抗人同泥分唔開嘅關係，還有對土地嘅感情。佢還同人工樹立到用泥來封順。我知道用客家人係當神奇嘅一種民族。看到用客家人，你當上強嘅，乜東西都要想辦法同佢數好來、抗起來、藏好來。從人哋是老派係一樣，是老派滾入去另外一種東西。所以我會同佢泥娃娃、我做嘅一樣東西封存起來。其實對我來講，佢會變到另外一種東西。我知道我做封存起來以後，人哋看到嘅地度嘅藏在裡面嘅東西，佢會產生一隻質變。呢隻質變會同一隻物件會產生新的意義。那個新的意義，我覺得那個是我想要做的。嗰個我幾時做泥娃娃的作品，我知道對我來講，佢係咩我設計對我設計生命歷程嘅一隻做法。一個專職藝術家作品賣嘅錢，只係唯一嘅經濟來源，對藝術市場上已經得到肯定。唔過為咗本國較多人看到自家嘅創作，彭顯祥參加藝術銀行嘅經驗，一方面透過藝術銀行來收購得到利益，另外一方面是希望作品同無相關嘅空間點出良好，值得推廣。做專業藝術家，我的作品通常透過畫廊來展出、來賣出去，賺本便宜款。可是我呢批畫廊嘅人當少啊，冇做我哋都美術館在內，我呢批美術館嘅人唔係青島嘅人，所以藝術銀行嘅另外一個功能個，同我作品帶到唔同樣嘅人嘅面前，人看到一樣作品，會想哦，也係慢人做嘅，會也係對於我係創作係一種推廣嘅方式。不過我未知道講，一樣藝術銀行佢對我的作品還有另外一個意義，如果借由一樣帶出去展覽基地。由文化部發起嘅藝術銀行，幫藝術家自家來參加競選，收購作品了後，共同藝術品用收購價0.4%嘅租金，幫外界來做展出。另外，旅館、交通場站、建設公司係政府單位以外，請到來借嘅。但係用一個畫作萬有價7萬來講，1年干那280塊呢，就算加運費又係裝修費，做下比直接賣價更較低。所以是用動態藝術布置做主題嘅旅館業者同藝術銀行合作。因為我們飯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我的公共空間是一個公共財的一個概念。那公共財的概念就是我們是管理者，那我們管理這個公共空間，那讓更多藝術家、讓更多畫家、讓更多人來參與這一個集體創作。那所以說，藝術銀行它不只是在於我覺得不只是它在於它的租人的方式，而是在於是我有更多機會介紹更多藝術家給我的旅客或者外國的旅客，這對我來講比較重要。藝術銀行是去年用7000萬經費籌備，到今年7月起營運到2萬，用審議委員會決定收購價來賣動態藝術作品。但為咗係概念，那係有興趣，是在用商業方式來展出。早期前段3個月清場到1年，
6年的时间，库藏已经累积到933件的作品。为了确保典藏艺术品的专业呈现，在大个作品上做下有一个专门的标头，透过艺术银行作品资料管理系统，收纳凸字器的扫描良好。作品有几长、有几宽、有几高、几重，还有相片变为猥琐，还没选出列的资讯，做下清清楚楚。相关主管人都提出合作良好，库房管理人员这些东家签到给人使用的作品，就是要确实的记录它的所有进出的状况，以及修复的状况，或者是它在其他的应用，像是说我们的艺术品摄影，因为我们艺术银行有做那个图像授权的部分，那像在摄影的时候，就是它一些应用的工作，我们都会记录它，就它什么时候被提件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需要被清洁，对，都会做一个很概略的分级。艺术银行的典藏每每凊彩之家出去，典藏之前除了为专人听书来规划墙体布置，还有简单维护以外，做出前、做出后，师傅师每每天气去典出的墙体来做巡检，像係作品变的猥琐，简单的清洁力度，然后确定作品的位置，然后跟我要检视的作品是不是同一件。那看了以后，我就会确认说，哦，那这件作品它原本可能会有怎样的劣化状况，那或者是说它的环境对它造成的影响有没有造成什么比较明显的不一样这样子。那如果通常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状况，因为我们在展示之前，作品都会经过评估还有环境。那所以如果那个作品就是检视无误，我记录 OK 了以后，我就会拍照，然后做一个工作上的记录。记录完毕后呢，再会视它的状况，然后给予一个基本的清洁跟除尘，让它可以在展示的时候有比较完整的那种品相。这样。艺术银行清早喺加拿大到1972年发起，1989年澳洲美洲嘅艺术银行都连满超過30年。呢家嘅嘅韓國未發展50年咧，台灣將開始到關於連滿還蠻有幾多年啲，用傳統好無腔款。藝術家同作品賣本畫廊，購入畫廊做主業賣本收藏家藝術市場分工。藝術銀行列新嘅概念，在為到推廣，還有增加藝術家嘅作品能見度。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公開徵件的一個品牌咯。我們去年就今年度的公開徵件就有將近5000件作品來投，規模非常的大啊！我原本看，要在藝術他們在匿名的情況下，對藝術作品進行審查評選啊，經過初審同複審，用在階段來審，所以過程非常的公平。啊，慢慢我們也會希望說企業承租的企業或者是承租詐啦承租詐可以跟藝術家直接聯絡，透過不同的活動啦，透過怎樣的一個形式啦，可以直接面對面。提高藝術家們的知名度。藝術銀行嘅用意都好，唔過未有了解人事少。藝術銀行人資管部門計算考量嘅限制，需求價是太適合世界嘅設計以下，強拍點到內地藝術家同作品，下次擺脫藝術市場嘅價勢。那今天這個藝術銀行，它直接跟藝術家收購作品，以那麼低的折扣，不二價來進行收購。站在藝術家的立場，我覺得當然他們被肯定了，肯定是很開心。那價格方面也不二價，你也不能跟他們議價，所以感覺他們是比較沒有選擇的。如果你的作品有幸被選到的話，在價格方面你好像沒有太多的選擇，只能用一個比較妥協的這樣子的姿態，跟讓藝術銀行來收購。我們目前的觀察不會對既有的藝術市場、藝術品市場造成什麼影響，反而有正面拉抬的作用。因為也廠家不同的廠家分添啦，不同的民間企業佢看到有藝術作品佢講示範，佢每一日萬人創作作品啊，那就那個圍籠啊，佢經驗的啊，剪輯的作品啊，佢會摸啊，我們就會跟他介紹說這是哪一個藝術家。啊，他會更認識的藝術家，也會增加他對藝術作品的購入的收藏的這個興趣跟意願，所以某種意味上來說，是有達到初步有達到這個政策上的效果。
按第资金未受到艺术市场的依附，各关艺术银行做出的假使，欧洲的作品卖业价的5%到12%，韩国的0.5%到1.5%之间，将开始台湾为到我提高接受度，连满高达0.4%。承租率是我们比照澳洲跟加拿大两个国家的经验来算出来的，再比照作品的这个我们的长期的这个将来希望可以在管销费用上面、营运费用上面自负盈亏这几个因素上去考量出来的。那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对照于其他国家，我们的租金的费率没有相对低很多，没有差别很大，但我们比国外略低一些些。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推广艺术银行的理念。同一般艺廊无抢款，艺术银行的艺术品敢若商业唔无卖人，强调作品的流通，无法度99做下无抢介人。电出了为什么停建来申请的人无抢款有无抢款的可能性？就今年出租到11年的资料，本年完成27案，386件的艺术品筛出去，租金收入946000块。不过其中政府部门占18案，339件，租金收入836000块，占总案件数3.2%，总件数87%。本年政府係用公家的錢來補公家的錢。從一開始就全部會政府來租藝術銀行的作品，到一下一張嘢開始一張嘢政府囤物件大概6:4，6:4，按呢，差不多按呢比例。那目前除了政府的支持，政府部門的跟我們的租賃的作品之外，民間呢，企業啦、社團啦，其實洽租跟租賃的意願慢慢也浮現，而且相對來說也，我個人認為也是越來越踴躍的一個情形。藝術銀行除了對藝術作品喺台灣不同的公共空間的流通之外，我們也有扶持藝術家的這個政策目標，所以從去年就101年開始到亞下賣作品加起來賣了933組件的作品，支持的藝術家大概接近500位的藝術家，所以這個數目我們也認為是一個還不錯，但要繼續努力的一個成績。那個效應現階段比較看不出來，或者是大家說好像都是租賃到公部門，對公部門，然後但是這個其實是蠻有趣可以探討的。比如說我以捷運好了，那之前榮部長也有提到，藝術銀行的租借它跟公共藝術不一樣。如果一個公共空間，那我不需要公共藝術採購案，我直接跟藝術銀行租借，那這個費用上是完全是低於公共藝術委託公共藝術這樣子的一個金額。那是不是基於成本考量，以後都不要設置公共藝術了呢？我直接跟藝術銀行租借，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行啊。但是站在藝術家的角度，就像還是回到我剛剛說的，不管是公共藝術，或者是經過畫廊，對於藝術家的幫助是更多的。那我想藝術銀行它設立的目的，可能更主要是在幫助年輕的這個藝術創作者。那他們先收到初步的鼓勵，只是藝術銀行它對於藝術家後續的發展的協助，我想還是有一定的限制。台灣藝術銀行將開始年，雖然推廣每間教育嘅企圖達到肯定，不過經濟冇持續性嘅發展之上，係咪個甜皮值唔低？藝術銀行嘅定位係用選買作品嘅標準，個係用選咯。可能使用安尼嘅方式來增加藝術品嘅流通機會呢，做下還有檢討空間。